药剂病因为较歹发现，所以常常耽误着黄金治疗期。国民健康署统计哦，去年药剂病已经正做是咱台湾10大死因的第9名咯。所以医师嘛呼吁讲，有三高、小过大苦，搁有长期食薰、长期食止痛药的药剂病高风险的族群哦，就要主动去检查。常常感觉疲劳、骹手真正，安尼就要注意咯。台湾心脏医学会点出4大族群，得到腰子病风险比别人搁较悬。那这4大危险族群，第一个就是有三高，第二个是吸烟，那第二个是常常服用止痛药者，那再来就是肥胖，那这些都是危险因子。台湾心脏医学会表示，人口老化加生活形态的改变，造成腰子病的人愈来愈多。2022年，全国有254万人腰子出问题；2027年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来到299万人。国健署建议民众要主动检查，40岁到64岁每3天做一摆，实时追踪腰子的状况。在早期筛检的部分，其实健康署有推动成人预防保健，针对40到64岁的民众有提供尿液跟肾功能的检查，尽早让民众知道你的危险因子是什么，进而来配合专业的团队来控制。事实上，对你的肾功能是有很好的帮助。为了照顾腰子健康，台湾心脏医学会有设立腰子检查地图，让民众就近找到检查中心，唔免走到大病院。记者麦松营曾俊佑台北报道。